大家好，我係來自香港優才書院今年讀6年級嘅龔天璇。我今年11歲。我今日要分享關於碳中和與可持續發展嘅標題。我哋一齊嚟探索未來嘅綠色選擇啦。什麼是碳中和？碳中和是指通過減少或抵消二氧化碳排放量，以實現淨零排放的狀態。這意味住任何排放嘅二氧化碳都會被相同數量嘅二氧化碳吸收嘅。碳中和的重要性：一、應對氣候變化。氣候變化的影響越嚟越明顯，碳中和是減少全球暖化的關鍵措施。二、保護環境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有助於改善空氣質量和生態系統的健康。推廣可再生能源，安裝太陽能電池板，利用家庭屋頂安裝太陽能系統，生成清潔能源。選擇綠色電力計劃，選擇來自可再生能源的電力供應商，支持可持續能源發展。生態保護的必要性。生態保護的必要行動：建立保護區，設立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，保護重要的棲息地和物種。二、推廣可持續發展，支持可持續農業和漁業，減少對自然資源的壓力。全球合作的必要性。環境問題無國界，國際合作之間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護生態系統之間的關係非常的重要。未來展望與行動計劃。未來的挑戰：一、氣候變化，全球氣溫持續上升，極端氣候事件經常發生，對生態環境和人類生活造成極大的威脅。行動計劃：制定具體目標，各國政府應設定減碳的目標，推進碳中和政策。我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。